谢谢大家的关心哈。我在这里也是要再次的感谢，我们徐兆勋医师和所有的医护人员哈。可以说是今天非常的辛苦，从上午8点那手术到目前晚上7点，已经超过11个小时的手术。刚刚徐医师有从开刀房出来。告知我们整个手术的一个过程，非常的顺利。那现在可能要在1个小时做这个伤口的缝合。那徐医师有说，因为是肺部的移植手术这个是一个大手术所以接下来还会有2个礼拜，要看身体能否适应，也是一个危险期。很高兴那今天真的在徐医师的帮忙之下，整个手术的过程非常顺利。在这里也真的感谢媒体前所有的朋友以及我爸爸的一些关心他的人在今天不管是在脸书还是在电视上都有一起替他集气替他加油。所以在这里，再次的感谢大家。大家早。国军保家卫国是国家的安全支柱，海军陆战队更是水上蛟龙，陆上的雄兵。所以这一次在汉光演习。发生不幸的意外，国人看了都非常不舍。今天除了我本人再度代表政府前来关心以外，更难得的是我们台北大学校友会，在林会长以及王前会长还有校长的带领之下，他们自动自发的捐款，要来关心受伤的病人的这个家属也要来慰问罹难的官兵的家属他们展现了对国军的支持，以及对国军同袍的关心蔡英文总统已经有宣示，也请这个医院一定要给予最好的医疗同时呢，对家属罹难官兵的家属也会给予最大的帮助目前我们来到医院看之后，阿马勒的确在医院里面有受到很好的医疗跟照顾这一点我也感谢院长跟全体的这个医务同仁阿马勒目前情况，例如院长刚刚所说的，还算稳定因为我也曾经是临床医师，那我可以清楚看得出来，阿马勒中士在医院里面是有受到院长率领的医疗团队很好的照顾，跟很好的医疗我们也一起集气让阿马勒呢在医院接受最好的医疗的状况之下，也可以度过这个难关。家属有没有特别的要求？没有，他只是也很感动就是说社会对这个事件的关心，同时也来关怀他们。车进山转速122转。鱼叉飞弹发射到全交动表。